后来继续来到台南南西的梅岭风景区，伫梅峰古道较悬的所在，已经会当看到梅仔树开始咧开花咯。讲元旦连假有机会来大开。台南南西的梅岭风景区伫梅峰古道高海拔的所在，会使看到梅树顶开一蕊一蕊的白色梅花。今年雨水稳定，加上山区维持伫低温，所以伫梅峰古道海拔大约900公尺附近，已经会使看到梅花。今年就是迄个水其实有较顺利啦，然后气候嘛有算讲有较凉冷，所以今年梅花来讲，伊这是算讲有较提早。毋过，因为即马梅树顶阁有8到10花黄等要开花，所以要等后一波冷空气落南吹花，按算伫圣诞节到元旦连假才有机会来开花。评估是讲爱超后礼拜，也是甚至讲咱甲迄个1月初迄个伊的花况会开到较理想的状态。今年是梅花花放真好一年，若是有游客要来梅岭看花，会使到梅峰古道和五龙步道来看花，和食在地美食。